逢星期四理財有計時間，最近呢幾個星期呢啲地緣政治嘅消息持續都困擾市場啦，油價亦都大幅波動。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成個嘅資產組合可以點樣應對呢？今日同大家講下。今日咧，我請嚟身邊嘉賓咧，有 FSM1 嘅李許 Derek 喺度啦。早晨 Derek。早晨。係啦，歡迎你上嚟啦。因為咧，我就喺度諗緊咧，近排就真係成個呢個過去呢幾個星期啊，地緣局勢嘅消息就持續困擾市場嘅。油價當中就基本上係最大贏家㗎啦，因為之前抽升過啦。以個倫敦期油去計咧，一度逼近去到$120之後咧，就整固翻。去到呢幾日啦，消息不斷好反覆嘅。早兩日又覺得好似有啲降溫跡象，去到琴晚又好似感覺上有啲唔係啦咁樣。總之就仲傾緊或者好混亂啦。但係你覺得而家成個油價係咪炒完㗎啦？定係即係之後個前景係會點樣行㗎？係嘅，其實咧最近油價方面咧仍然係受到一啲短期嘅事件啊或者消息嘅影響啦。咁譬如話咧，其實喺禮拜一嘅時候咧，其實特朗普咧就突然間講啦，係話其實同埋伊朗嗰邊咧係有談判有比較好嘅進展嘅。咁其實導致喺禮拜一晚上咧，其實當時一個WTI 原油價格咧，其實係大幅下跌啦，係一度跌係超過10%嘅，係啦。咁反映咧其實最近咧係石油嘅價格咧仍然係受住一啲短期嘅一個消息啊。會受到呢啲方面影響，波動會比較大啲嘅。咁所以咧短期嚟講咧，市場嘅關注焦點咧仍然係喺一個比較重要嘅霍爾木茲海峽啦，因為佢其實係運輸咗環球超過20%嘅一個原油嘅一個運輸嘅。咁所以咧未來一個我哋投資者啊或者係關注嘅關於油價嘅影響主要因素咧，都係喺呢個海峽能否一個順利嘅一個航行啦，譬如話恢復到一個打仗之前嘅水平啦。咁都對接落嚟嘅油價咧會有比較大嘅一個影響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係最近嘅局勢嚟講咧，譬如有啲最新嘅消息 update 咧，其實係伊朗方面啦，亦都有表示話佢哋其實係未有收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方面一啲具體嘅一啲談判嘅一啲消息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反映住成個局勢咧仍然係唔明朗嘅，成個不確定性咧仍然係非常之大咯。係啊，所以短期內咧油價嘅波動咧仍然係難免嘅，仍然係會有上有下。咁但係咧如果長遠嚟睇咧，其實咧，目前市場咧，譬如一啲原油期貨價格啊，反映翻嘅咧，其實原油期貨咧未必係咁快可以回落翻到一個戰爭之前、打仗之前，可能係60，即係WTI 原油可能60幾蚊嘅水平啦。咁可能都係未必可以咁快落到咁嘅位置，咁仍然係保持喺可能80蚊樓上咁樣嘅位置嘅。咁即係可能再試翻之前嗰啲接近$120嘅，即係嗰啲高位啊，都唔出奇嘅咯，可唔可以咁講啊？如果咧今次嘅譬如話佢哋嘅談判唔順利啊，譬如話突然間有啲消息公佈一啲談判破裂啊，美國同埋伊朗方面一個中東局勢一個局勢嘅戰爭嘅加劇咧，其實係會導致原油期貨進一步嘅上升嘅。哦，咁呢個就大家要再小心多啲啦，因為咧，如果我哋過去諗翻嗰幾個星期，成個走勢係點樣咧？每次個油價突然間一抽高咧，喂，好似環球啲金融市場咩都跌嘅。股市係最受害啦，我哋港股都難免都會一齊受到拖累啦。唔止個港股跌喎，其實好似乜都跌咁嘅，黃金又跌，因為又驚話減唔到息啊，甚至要加息咁樣啦。唯獨是咁仲有啲債券又跌啦，好似就得啲美金係有得升啫咁樣。喂，咁但係而家咁樣成個情況之下，咁我哋係要點樣應對嘅咧？即係我哋係咪可唔可以買翻啲油嚟作為一個即係對沖又好，又或者係起碼平衡下成個投資組合啊？係嘅，冇錯嘅。其實咧，我哋可以見到其實成個中東衝突以來咧，升幅比較大咧，即係講緊可能好多，譬如話之前升幅比較大嘅黃金啊，或者債市啊，都係錄得一個下跌嘅。咁但係咧，唯一即係唯二能夠升嘅咧，反而係石油或者係一個美匯指數啦。咁所以咧，相關嘅如果喺股票層面咧，其實一啲能源板塊啊，或者係直接係一啲上游嘅一啲石油相關嘅股票咧，反而係錄得一個喺大市下跌嘅時候咧，反而係錄得一個有個升幅嘅。係啊，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咧，我哋成日感覺上咧，如果我哋想享受呢個油價個升幅，或者我哋想追呢個咧，其實好似唔算好多資產可以去追
做啊，即係譬如唔似黃金喎，因為譬如話如果以個黃金升咧，我哋係有好多投資工具噶嘛，金礦股啊、金嘅 ETF 啊，跟住或者係你買紙黃金又得，甚至你真係買嚿金都得啦。但係油就好似難啲啦，即係你冇理由買成桶油翻屋企嘅咁樣。咁唯獨是我哋真係比較熟悉嘅，可能就真係石油股。咁你覺得用石油股係咪一個好嘅對沖工具？定係如果唔係嘅話，有啲咩其他選擇嘅咧？係嘅，其實咧石油股咧，其實佢係可以作為一個對沖嘅一個工具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因為石油股咧佢都有好多隻啦。咁其實相對嚟講咧，就會比較考驗一個投資者嘅選股能力啦。咁因為每一隻石油股嘅基本面都唔同，所以咧因應住咁，譬如話中國嘅石油股啦，亦或者係美國嘅石油股咧，儘管佢哋嘅走勢咧同埋石油嘅一個油價走勢啦係有比較大嘅相關度，咁但係咧佢哋整體嘅股價表現咧仍然係受到個宏觀表現或者唔同嘅一個市場嘅一個影響嘅，所以咧如果係投資者咧，仍然係透過佢哋一啲宏觀分析啊，或者基本面分析啊，仍然係睇好一個能源嘅一個板塊咧，不妨都可以考慮咧用一啲譬如話 ETF 工具啊，作為一個對沖嘅選擇嘅。ETF 咧，我哋港股講真其實又唔算好多，都係得主要就兩隻比較多啦。咁但係起碼嗰兩隻咧都比起即係用去到琴日下晝計啦，比起呢個中東戰事開打前咧，其實都升咗超過30%幾㗎啦咁樣。咁啊至於就其他就可能啲美股嘅 ETF 比較多，但係咧我發現咧就啲 ETF 咧其實都有分唔同類型嘅喎，即係版面上呢啲就期貨型 ETF 啦，另一類就叫做能源股嘅 ETF 嚟嘅，有咩分別？有邊種係作為一個對沖油價最好㗎？係嘅，咁首先咧，第一個工具啦，就係講翻係一啲期貨型嘅 ETF 啦。咁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咧，目前咧環球主要嘅兩個期貨嘅一個合約咧，一個係一個喺紐約商品交易所上市啦，即係紐約期油啦。咁另外一個咧係一個倫敦一個洲際交易所啦 ICE 啦，進行交收嘅一個倫敦期油啦。咁其實咧呢兩個期貨嘅成個走勢咧係相關度係比較高嘅，咁但係咧目前咧佢哋因為受到一啲地區交收嘅影響啦，譬如話 WTI 佢仍然係美國方面一啲原油嘅產量影響比較多啦。咁另外一個咧布蘭特原油咧佢就會係受到一啲譬如話中東啊或者歐洲方面一啲油價嘅一啲影響會比較大，所以咧其實咧目前我哋market 用得比較多咧，都係用翻布蘭特原油作為一個 benchmark 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兩個石油期貨一個相關度咧，走勢相關度咧，仍然都係比較高嘅。係咯，而家我發現就即係開始就尤其是近排就分化咗多咗少少嘅咁啊。咁但係如果係咁啦，我哋係咪即係而家係用呢啲期貨型嘅石油咧？因為佢真係追蹤住嗰啲嘅紐約期油啊，或者倫敦期油啦，作為對沖嗰啲油價上升係即係最好就係佢哋㗎啦。其實對於一個期貨嘅一個 ETF 咧，原油期貨 ETF 咧，佢哋嘅走勢咧會更加同埋原油價格嘅走勢係更加高度相關啦。咁因為佢哋嘅底層資產咧係期貨，咁其實佢期貨價格咧同埋一個現貨嘅價格咧走勢非常貼近嘅。咁但係咧唯一要注意咧，其實呢一類期貨咧係唔適宜一個長期嘅一個配置嘅。咁因為咧期貨咧佢係涉及到有一個唔同嘅月份嘅一個到期一啲月份嘅交收嘅期貨啦。咁所以咧會涉及到一啲轉倉嘅成本啊。咁譬如話就會有啲低賣高買咧，咁會導致一啲價格上面或者成本上面一個損失嘅。所以咧對於呢類嘅一個期貨原油期貨型嘅一個ETF 咧，其實係唔適宜一個長期持有啦，僅作為一個短期啊，作為一個對沖一啲極端環境下嘅一個風險嘅。但係要點揀呢？因為我發現佢哋啲差距都幾大嘅喎，即係譬如有啲版面上嗰隻第一隻追蹤住倫敦期油嘅，咁可以個升幅去到4成幾。我哋最尾港股嗰兩隻啦，追蹤紐約期油嘅升幅可能得3成半至3成7左右，仲有嗰啲費用比率都差距睇落幾大下嘅喎，咁係要點樣揀嘅？有咩指標睇嘅咧？係嘅，咁首先嚟講咧，其實從兩個主要期貨指數方面嘅表現咧，其實喺戰爭開始之後啦，其實一個倫敦期油嘅升幅咧係要大過一個紐約期油嘅升幅嘅，咁原因都係受到中東局勢嘅影響啦，係啦，所以咧但係總體嚟講咧，呢兩個原油期貨嘅指數走勢咧都係高度相關啦，其實兩個都係可以去考慮嘅。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如果因為涉及到 ETF 咧，我哋都要考慮翻一個費用比率啦。咁費用比率方面咧，其實仍然係一個比較低嘅費用比率咧，會比較對於投資者嚟講係比較好嘅。OK，咁啊嗰啲就係可能啲成本嘅問題上啦。
咁啊個費用比率低啲，即係代表平啲咁樣。咁即係啱啱即係 Derek 都所講啦，而家個油價就未必真係話可以持續到好短線，即係雖然短線咧就會繼續受到啲地緣政治嘅因素所影響，會推升啦。咁所以咧就係咁呢版嘅嗰啲嘅期貨型石油咧，亦都係適宜短線，咁就感覺上啱啱好啦。另外仲有嗰啲能源股 ETF 咧，就我知道你就係覺得係穩定啲嘅，兼且就長線啲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可以下次有機會再講啦，因為今次時間唔夠啦。多謝晒你。多謝。